咁頭先感謝今晚主辦單位同埋今晚我哋支持，以及我哋嘅著名嘅中國歌唱家咧就係李白先生噶。咁喺呢度咧，我咪借住咁大嘅平台咧喺度同我哋教一下。我今晚係呢一首咧就係嚟自80年代經典嘅金曲，就係萬里長城永不倒。而呢首歌曲亦就係當時嘅電視連續嘅放兒歌嗰啲題歌嚟噶。於是一開始即係話都唔俾我講噶咯喎，俾你講話。我都帶上個 BB 啊，唔好意思啊，真係緊張。唔係緊張，我見你真係好有口才，我又唔想打斷你咧。一上到嚟，咁講晒，係咪先咯？食個獎啦，喺我向你學習先。又歌頌咗我哋李老師，係咪先？又讚咗我哋現場嘅晚會，反正咩嘢都你講晒啦，係咪先？咁的而且確係咁樣嘅，都係如實嚟講啦嚇。咁我就其實咧，我再想問一下我能夠再講我太快，我太快係嘛？你叫咩？哇！我忘記介紹，忘記係冇錯啊！我係今日頭條自媒體嘅記者，不知道烏沙。咁喺呢度咧，非常感謝我哋嘅逢春日嘅文化站同埋我哋當地嘅顧行嘅村委會同埋我哋人員不幸嘅老總啦喺呢度啦嚇。咁我哋聽一首咧就係《萬里長城永不倒》。好嘅，將舞台交俾我哋啊！萬里長城永不倒，送俾大家。自創㗎。
唔好意思啊，唔係嘅。啊，犀利犀利！好啦，感謝呢位選手啊！咁我哋因為時間關係啦，咁啊睇翻我哋兩位老師啦，到底係企喺呢度冇陣先，係睇我哋兩位老師到底點選擇啊！3、2、1，犀利啦！邊日我哋兩位嘅老師嘅？来，我来首先表达一下啊，我希望这个梁老师加入我的战队，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可能刚才都没有听清楚他叫什么名字，只有我知道，我研究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为什么？他前面在我们那个直播的那个前面，我们拍预告的时候，他也是讲了这么一段话，一段粤语的名字，巴基地风山，巴基地风山里面东东来的。后来我研究了半天，又去翻了他的抖音啊，他叫不羁的风山。这是他的网名，所以鉴于我这么了解你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应该加入我的战队。好的，谢谢我们的朱书记，谢谢。啊，你能不能给一个机会我们李老师也讲讲？不战而败的。好，希望老师，谢谢你啊！我在你们身上其实很多的民族唱法跟这个美声唱法的方法。非常的感謝我們的李白的老師。要不要我哋直接講粵語嚟聽啊？用粵語係嘛？即係我驚住你好似直播間呢啲朋友聽唔到咁樣啫。我擔心你個普通話全部跟聽唔差得晒㗎，我有普通話證嚟嘅喎。